这些上师们、僧众们、居士们扎西德勒。我必须讲一个小小的缘起。2年前呢，刚刚我们当时的这个历任的主席康布吉明南吉尔，他是当时的藏研会的主席，一开始是他提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所有藏传佛教研究会的上师们共同决定，我们经常做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多数或全票来，然后决定任何的项目的。所以他们第一要决定翻译达摩祖师的四论，第二个呢决定要叫我来由我来翻译。第二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有很正式的答应。有一天呢，康布吉明他们就特别用手机视频，然后就是拿着一个哈达，大家知道西藏呢办任何事情不能离开哈达，而且那个时候它的背景就是101大楼，然后就是放着，然后他说他是一个见证者，我们2个就是这样，他也非常诚恳的。他觉得我有能力翻译这个著作，因为我当时翻译的6祖坛经堪布也天天在读，他觉得呢就是可以翻译，所以呢大家对我的这个新人的缘起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本来我们当时翻译应该要最长要1年要完成，后来拖了2年多，所以呢一直延。但是演了之后，我说虽然呢我没有预期完成，但是我尽可能的完成的结果要让你们满意，让我自己满意。包括我这个外面的四级和并排字体的大学，所有都至少我改了20多次了。这也是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用心这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其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我去年年底藏历是2月份，我专门为了一个荣宗佛教频道的专访，我要去尼泊尔，在新加坡的机场很大，在那边我就打开电脑弄一些事情，结果突然间我要离开了，电脑放在机场，人离开了新加坡。然后所有翻译完成的部分全部在电脑里面，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从尼泊尔回来的时候，再也没有找到电脑，那个时候，所以我必须重新翻译。那个时候的储存也没有好好的备份嘛，所以就是这样。然后翻译到差不多又重新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呢，我电脑呢找到了，收到email说在新加坡机场说你的电脑还在。这个很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我本身为了翻译，我自己阅读功课就是有下过一定的功夫嘛。我在翻译的时候，原来发现是我翻译的质量比原来的好一丁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转为盗用或者逆缘变成顺缘，禅宗所说的转为盗用吧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难过反正就是重新翻译吧，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很多种种的因缘在中间，这个不妨碍今天的这本书的这个出现。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讲一点点刚刚贡迭楞仁波切所说的一样，其实呢，藏传佛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里面早就有那个来自汉传佛教的经典和论点，或者从汉文翻译成藏文的大涅槃经、楞伽经，就像后期的时候，永嘉大师不是用的那个张家大师负责翻译的楞严经等等，全部都是从汉传的这个佛教的系统里面，从汉文翻译成藏文的。而且达摩祖师这个，我的序里面也有写，就是我从小就听过达摩的名称。为什么呢？我们从小看莲花生大师的自传叫《唐一丁就是《莲师自传》5部《莲师自传》，那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大乘记就是也是龙波嘎腾
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自传的一部分，那个里面非常详细的讲述了禅宗和尤其是达摩。另外一个莲花生大师五大弟子之一，那群桑基西仁波切，这是藏传佛教，尤其是你们，你应该知道，法鼓山也有初步研究和一些分析他的一些相关的著作。他有一个叫做《禅定木灯》或者严灯、严居，有几个翻译，严谨的严，灯就是电灯的灯啊。所以那个里面呢，本身中国那个著作是第9世纪左右的一个完成的一个著作，最古老的一个藏传佛教的论点。那个论点里面专门宣讲讲述禅宗，而且他的第1品里面和第3品、4品连续不同的阶段都重复性的讲的达摩祖师啊。而且达摩祖师从汉地弘法遇到的各种的一些建梁武帝啊，后来到了少林寺等等的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详细。更重要的是，他整个的一品来讲述达摩的思想，也就是禅宗的思想。它里面引用了30多个禅宗大师的开示啊。而且他说这个和大圆门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为了专门要区分和大圆门和禅宗，所以就是要专门去讲这个大圆门。所以他说显法和密法，显法当中的就是其实禅宗就是显法里面的最高思想境界了，最高的见地了。这是就是那群桑基西仁波切莲花生大师的弟子，他的自传还在。他的自传里面也提到了，他跟莲花戒、他跟摩诃延尊者都接触过，他也亲见过莲花生大师，他是历史的最好的一个见证者，尤其是对于这个禅宗和藏传的历史当中。虽然刚刚仁波切说的一样的，禅宗和藏传之间也有一些误会啊，一些历史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根本上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加上刚刚仁波切说的土根活佛的土根真塔里面呢，特别说禅宗就是一个仙宗般的一个大手印啊，用比较简单话来讲的话，这样的。还有更多，我今天多罗诺头政治啊，胶囊派的，还有宁玛的龙千巴大师啊，还有嘎头仁泽谦波啊。等等的过去的这些大师们对这个禅宗的所有的记载呢，我当时翻译《六祖坛经》的时候，我本来要写序，后来太长了，我单独写了一篇论文，有50多页，目前没有中文，但是我那个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历代的藏传对禅宗的一些看法都写在里面了，结论都有写了，所以基本上我也是很认真写的，写的里面肯定有错误，但是基本上我是很认真写的。那现在呢？这个我当时六祖坛经翻译完成，在菩提迦叶，这个31，那么叫什么？跨年那一天，也是不约而同的，不是故意的啊。在菩提迦叶开幕的时候，第2天早上，在微信空间，宗喀仁波切看到了我又翻译这个六祖坛经，哦好，然后呢，仁波切说。你翻译这个很好，因为我用英文看过这个内容，太好了。因为我们藏传有时候有一个傲门，我们的大手印、大圆满最了不起，但是汉传也有很好的，就像刚刚您说的一样的，也有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教法。所以呢，我们汉传那个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的最根本的宗旨是什么呢？在台湾本地或者这个汉藏佛法要发自内心的交流，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来自于发现彼此的真正的这个价值。所以呢，我希望透过这个翻译，这也是藏研会的这些上师们的意愿。所以呢，就是我们更加的发现汉传佛教的殊胜，对汉传佛教能够升起真正的这个恭敬心和尊重。翻过来，你们也一样，我也希望啊。当然，你们对藏传佛教也要更深刻的兼修性，真正的思想教法上面要有一个真正的这个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了，没有任何的分别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努力。阿弥陀佛，扎西德勒，时间到了。问答是吗？还是要我就先开始？中间有问答，好。好，尊敬的主席，还有董事长，
还有明光法师，坚拓法师，还有诸位法师，诸位格西堪布仁波切，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其实呢，我来这里就很清楚，我是配角，不能成为主角。我觉得刚才有人很想把自己当主角，讲太久，反而剥夺了您的时间，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哦，因为您是今天的主角。那再来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跟明光法师说，你们迟到，害得我们等那么久啊。这个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的交流，大家都彼此在学习，不能学习我们的坏习惯，对不对啊？而且不能够自己讲完了就走掉了，对不对哈？好，凡此种种呢，都我们要好好改进，对不对哈？人家对我们客气，我们不要就，人家说我们胖，我们就喘了也不好啊。对哈，那我是觉得很荣幸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本来是真的想要多听听我们翻译者因为堪布本身是今天的主角，应该多讲一些。那很遗憾，但是我回去会拜读。我曾经其实学过藏文，但是太久没用，现在连字母都不会写了。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我在今天过来的时候，只能不敢谈翻译如何，因为我对藏文已经外行了嘛。这不要班门弄斧。我来谈谈我自己在看这个达摩四论的感觉哈。首先呢，是要用什么视野去看它呢？我想。我们从一个宗教对话的脉络跟这个历史研究的脉络两大脉络来看问题。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的藏传佛教在台湾因为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影响大家用非常开阔的心胸乐意见到藏汉交流而且是友善的交流这个其实也非常的不简单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内部呢是有一些非常友善的对话，而不是以己为尊去贬义他人，就这样的胸怀来说呢，当代的宗教对话呢，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排他主义，就是认为我对你错，那另外一种呢是包容主义，包容主义就是说，我比较对，你也不太差这样子不要把你完全的否决掉了。那就是辩了不了义，这个就是包容主义那么另外第三种呢是多元主义。那么多元主义呢，他就更谦逊的说，这个思想系统有很多元那么各自有它的价值，各自只要能够达到这个产生美好的人生跟美好的世界，其实都是值得赞叹的，这就是多元主义。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在这里谈，是我知道这个翻译者还有我们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他已经是从辩了不了义的包容主义走向了多元主义的一种尊重这样的一种胸怀非常难得。我最早以前看那个法尊法师做这个唯识30论的选解。我看了就很想笑，因为他是一边讲就一边破，讲完了也就破完了为是。那当然他是以中观义为了义嘛，以为是为不了义。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非常熟悉，尤其是格鲁派非常熟悉的路数。但是呢也因为这样，今天呢各位呢能够在跨教派的藏传佛教研究会去提出翻译计划。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已经从不但是包容主义，已经倾向于用多元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佛教的发展。当然这里面呢不可否认的就是，其实我个人不是禅宗的子孙，我个人是印顺导师的弟子，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不做一宗一派的徒役，因为做了自己的宗派的徒子徒孙，就难免要有一种想要为自己宗派辩护的感觉，于是就沦入护教学。那于是呢，我在印顺导师的熏陶下，比较倾向于呢去客观理解一个思想的系统，融入到这个思想里面去对话，了解它的内容，然后再拔出来看
它到底有哪些长处跟短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应顺导师基本上是用这样的胸怀去看问题，那我也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方法论。所以呢，虽然在这个多元主义的这个框架下谈话，那我还是要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禅宗虽然是确实对中国佛教有影响，但它只是中国的8大宗之一啊。可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呢，确实都有禅净这2宗为主流的倾向，它这一定是有它的特色的。比如说中国佛教它选择性的在这个声闻，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乘啊，我们现在避免以大贬小嘛，我们都说声闻跟大乘同步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佛教选择性的选择大乘，这个应该也是跟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的心胸态度有关啊，所以一定是要到持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胸怀，而不能只是修身养性，所以他选择性的选择了大乘。那至于说中国佛教呢，它在选择性的中国佛教不是没有一些义理上在思想理论上非常绵密的，比如天台学跟华严学，但它也选择性的比较倾向于禅宗跟净土。那么这呢就看出来中国佛教它有民族性在这里，就是民族的文化有一些特性。那么这个特性呢，就是应顺导师他用3句话讲得最好，所以他也被骂死了哈。他就很认真的认为这个中国佛教呢是有一些要改进的他说呢，就是在理论上呢偏于致远在方法上偏于致简那在修行上偏于致顿。也就是说呢，致远、致远、致顿呢，这就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那致远我先不说，致顿呢，就是引起了这个摩诃衍跟莲花戒的辩论就是他以这个顿悟的法门，没有去注意见悟法门的一些特质跟它的殊胜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我要谈的是致简，也就是说简简单单就好所以这个不立文字的禅宗呢，它是最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也非常的简单那它呢确实是比较能够普化在这个民间佛教之中，也就是说民众的共享会比较大一些不要说民众，就是修行人，很多人呢这个应顺导师也说这个中国佛教有一些反智的倾向对于这个智慧推理等等的这些事情不是很耐烦。所以虽然我们呢2大传承都有源自这个我抱歉，我下专有名词就忘记了，那烂陀，我们都来自那烂陀的传统而且我们也非常尊重玄奘大师，但是大家千万要了解，中国佛教的主流绝不是那烂陀学派、那烂陀血统而反倒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达摩祖师就菩提达摩祖师他呢从印度西方这一脉呢是如来藏从印度的西方传到这个北方那么然后呢进入到中国，这个是至简的禅宗它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净土宗。所以从这里可以了解这个达摩四论它的特质，就是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宗派。而这个宗派呢好在就是大家选择的是达摩四论特别是这个理入行入这个包括了这个各种的二入四行，包括了这种各种的行入，它证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原来禅宗初期的时候也并不都是那么不立文字的，它是戒教务宗的菩提达摩本身它还是有比较坚强的教理基础的，因此呢，它的理入跟行入虽然理入上是归于如来藏各位如果是格鲁派的一定会认为它不了义嘛但是无论如何他还要讲行入，而且他讲行入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强调顿悟你看他讲到的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他其实就分别对峙着这个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跟所求不得苦它对应的是非常绵密的。那最后他的乘法行呢，强调的就是以无所得的方便般若而行六度，所以它是中规中矩的大乘
见悟法门。也因为这样，我是觉得，今天大家藏传佛教的诸位这个堪布跟格西们会觉得有价值的是，原来禅宗也并不只是摩诃眼这样的一种做法啊，但不可否认的，摩诃眼的这种说辞是顿悟学派呢，他在禅宗里面，到后来可能也是居于主流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菩提达摩禅师呢，把这个如来藏如来禅传到了中国，但是到后来呢，出现了祖师禅祖师禅就愈加极端了。那毕竟呢，这个菩提达摩还是坚守住了戒教务宗这个原则，而不是离教明宗。就这点来讲呢，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如来藏学派呢去做对话呢，会比较有基础。而不会完全滑入到教外别传这样的一个路线去。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有意义的地方。但是呢，我也不要占太多的时间因为今天主角都不敢讲太多，我这配讲加太多，有点喧宾夺主，所以很衷心的期待我们大家可以欣赏彼此的好处，这是宗教对话的特色。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汉传佛教的代表的人呢，我们也应该要反省自己，反省的事情留给自宗。就像藏传佛教反省自己我们汉传佛教要反省自己。也就是说，自圆自检自顿的中国佛教呢，其实确实带来了非常非常广泛的影响。这里影响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就是它对于繁复的法义呢，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对于繁复法义没有兴趣，因此根本不可能所谓的无部大论去学个几年下来这种事情它这样的一种学风之下呢，其实影响了中国的易学发展那么这个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连天台学本来应该是见悟当然他也有讲自圆的那一面，但他的这个法门呢是有非常渐进式的一些教学次第跟不次第禅法，它是双轨并进的教学。但是到后来天台儿孙呢也只剩下一轨再来就是消归净土。这个是中国佛教一个民族性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缺陷，应该要改进。所以汉藏交流之中，我们要多多学习藏传佛教的好处，而不是放大特写别人的缺点。可是相对来讲，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而不要认为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大的，我是老大那用这样的心胸呢，就没有对话的效果，它就变排他主义，或者是扭扭捏捏的包容主义。我想在今天呢，当藏传佛教的兄弟们用友谊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汉传佛教不可傲慢，不可怠惰不可迟到，要用殷重心来面对今天人家地主对我们的礼遇。谢谢。1分钟。好，我们堪布想要先简单回复一下，1分钟。我其实不是要回复，但是我要一个说明，我译者的身份今天要特权，要1分钟。没有，这个是我顺便翻译的，因为当时我就是翻译太延迟了，内心有点愧疚吧然后呢，我就是专门又翻译这个《永嘉真道歌》，这本身是我当时翻译六祖坛经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就读到关于永嘉大师和这个六祖慧能的师徒关系的这个公案，那对这个内容有极大的兴趣。后来在 YouTube 上很多的法师唱诵的《永嘉真道歌》，我也听了很多遍，内心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在英国的有一位蒙古族的一个仁波切，他上次我去那个时候我正在翻译嘛，然后他觉得那我就可以，他们有一个翻译团队也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这2个一起做成应该是5000次左右在大陆出版，上个星期到了台湾也是500多，然后这个呢也在那边有，其实已经包含在这个里面了。但是也如果想结缘的话呢，那边可以拿。还有这个呢，慈城楼主堪布专门这个讲授的《达摩寺论》，上次还没有出版的时候，我也听看仁波切的开始，对我的翻译也这个帮助非常大。那今天呢，拉荣的这个慧光集本身就是在台湾这个汉藏佛法交流，实际上是贡献最大的这个这个慈城楼仁波切，他们已经这个是
第几都不知道啊，应该是这个82集了。所以那个连续的这个乌布大论呢，所有的内容有这个6应该20-30年的时间了，这是最新出来的，也是这个达摩寺论的第一个藏文，那个藏传的上师用汉文完整的讲达摩寺论的这样的一个论的，所以这边有大家要这个供养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拿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藏运会的上师们的一个弘法利生和交流的冰山一角吧。讲完了。